大家好，我係4班嘅林奕彤。我係4班嘅蘇子頌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嘅國旗下主題係粵劇。粵劇又稱廣府戲、廣東大戲，發源於佛山，以粵語而唱，漢族傳統戲曲之一，流傳於廣東、香港一帶，富有中國文化色彩。2009年，粵劇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。粵劇有唔同嘅行當，即係我哋平時講嘅角色，依照唔同性別、年齡、身份及性格嚟劃分，飾演唔同嘅角色，例如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。就以生為例，佢係主要嘅男性角色，一般都係年輕英俊嘅。我都知道喺粵劇入面，主要嘅女性角色稱為旦，扮相都係漂亮嘅，而生同旦嘅化妝都以紅色同白色為主。淨係有鮮明性格嘅角色，一般以唔同嘅面譜代表唔同嘅性格，俗稱大花面。末係年紀較大嘅男性角色，佢哋會佩戴唔同嘅鬚口，讓觀眾知道佢哋喺度演緊老人嘅角色。丑角係飾演滑稽嘅角色，佢哋嘅化妝會喺面部中間用白色勾畫出嚟。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化妝特色，色彩濃豔，服裝精美華麗，富有濃郁嘅地方特色。大家下次有機會欣賞粵劇時，都可以從演出者嘅面部化妝，知道佢哋飾演咩角色。粵劇通過唱、念、做、打嘅表演方式去表現故事嘅情節。唱係指唱功，配合唔同嘅角色，有唔同嘅演唱方法，可以分為利用自然聲方法演唱嘅平喉，同利用假聲演唱，即係比平喉唱高8度嘅子喉。而念係指念白，即係念出台詞，以説話交代情節、人物嘅思想感情。做係指做手，由於粵劇嘅背景同埋道具精簡，表演者通常以模擬動作去表現人物嘅行為同埋故事嘅發展，當中包括手勢、走位等。最後打係指武打，包括徒手及手執兵器對打、單人嘅舞刀弄槍同翻騰等動作。今日先同大家分享粵劇嘅行當同表演嘅4大元素。粵劇係一種精彩嘅綜合藝術，將音樂、戲劇、舞蹈、美術等唔同嘅元素融為一體，去表演精彩嘅故事。而喺2025年3月3日，位於香港北角有粵劇殿堂之稱嘅新光戲院，喺當晚完成演出後結業。而我校嘅兒童粵劇組同學亦有幸於2024年11月6日於新光戲院參與演出，真係一個難能可貴嘅機會。而我哋4年級全級同學透過粵劇進入校園，仲體驗到鑼鼓同埋耍英槍添。今年1月，全校同學亦透過粵劇體驗工作坊，欣賞折子戲，體驗穿戲服做大戲。而我哋要好好欣賞粵劇，以後有機會嘅話，大家不妨親身感受一下，試下學唱、學做粵劇，讓粵劇嘅文化得以傳承落去。同理仁愛中國心，精神健康齊實行。多謝大家。